大家好啊，歡迎收睇港產同索萬之大叔踢馬。咁咧，聽日啦，星期六晚啦，大家咧都知道啦，就係杜拜世界盃賽日啦。咁平時咧呢個賽事咧，大家都係啲比較香港人比較着重嘅越洋轉播賽事啦。因為咧，其實咧呢行嘅賽事啊，都有響過好多好多好出色嘅馬匹咧去挑戰過。靚蝦王啦，爪王凌雨啊，卓力之城啊，仲有呢個松山堡啊，仲好多好多唔同嘅賽區都可以試過。但係講矚目程度咧，一定冇呢今季嘅浪漫勇士跑沙地杯，加埋呢場杜拜嘅草地大賽，成個系列即係咁樣咁搏得咁緊要。浪漫勇士咧，我唔敢講將來有冇後來者啦，但係我覺得真係呢100年香港最好嘅馬當之無愧，因為咧嗰種香港嘅屬性係好強啊！你以前可能好多馬又話點樣香港代表呢樣嗰樣，其實都係咩自購馬嚟啫嘛，即係外邊贏過馬跑過嘅，但係呢隻馬唔同喎，浪漫勇士真係香港一手一腳揾佢翻嚟，當然培育就冇啦，但係有阿近能一個香港大家耳熟能詳嘅騎師引進入嚟喺呢個香港馬匹拍賣會度拍賣，跟住由香港本土練馬師沈集成訓練，一路咁樣將隻馬推上去個頂峰。仲有一位好local 嘅馬主，咁大家你知啦，香港好多馬主嚟家嗰啲係嗰啲普通話拼音嚟噶嘛，咁但係唔係喎，呢位日本城嘅老細啦，其實即係咧都係香港一代白手興家獅子山下精神嘅馬主，所以咧成件事真係非常之獅子山下故事啊，即係香港人嘅故事啊，真係呢個。所以啦，呢隻馬咧真係絕對能夠代表香港。你話後來有冇再有啲咁馬？我覺得唔係咁容易啊！一隻馬可以跑啲咁高水平嘅路程，即係香港好多時引入啲馬，就可能即係短途會強啲啦，1200米。但係講緊即係1600至2000呢啲，即係世界主流嘅中距離賽事咧，唔係咁多好馬嘅。你諗下2000米真係講緊係出到去可以跑得好嘅馬，其實啦，今日金槍60冇出去試過啦，冇好講嘅，你自己地頭講乜都得啦。再之前嗰啲你都諗下，真係有一級水平嘅，真係諗唔到有邊隻。但係浪漫勇士又贏過國士坦，又即係其實老實講係爭歐洲同埋呢個美洲嗰邊未跑過嘅啫。其他咧，日本去過啦，澳洲去過，沙地、杜拜冇問題。呢啲真係一等一嘅良區嚟噶，就算放諸喺世界上啊，其他嘅地方度，何況係香港，所以拍爛手掌噶啦。所以之後跑成點樣，我覺得都唔重要，最重要真係，即係我覺得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完美嘅句號啦。所以咧，嗱呢條片咧就講想尾3場啦，5、6、7場啦，杜拜世界盃賽日，去買條三寶啦，草地大賽唔使講啦，浪漫勇士。但係你話唔使講，咁你都諗下喎。其他有啲對手噶，點解咧？其實你睇翻呢賠率啦，浪漫勇士而家咧大概出邊1.5倍到啦。次熱門自由島，其實咧大概就7至8倍左右噶啦。跟住第3熱門就神智勇進啦，同埋呢個威國之榮啊，都係11、2倍左右。跟住其他咧都係10零倍噶啦，好多都係。但係問題就係自由島嚟香港，其實都輸俾呢個浪漫勇士嘅。但係咧其實輸個零馬位嘅啫。但係問題咧，跟住後尾咧，神智勇進咧就都嚟過香港跑嘅國際賽。但係咧又跑1000-6米嘅，輸俾遨遊氣泡。就照咁計呢條積，呢個 form line 拍落去咧，神智勇進咧就應該咧就再比自由島低少少。自由島咧，其實咧里程咧，其實咧就唔係咁長嘅啫，跑10場嘅啫呢隻馬。其實就相對咧浪漫勇士咧，其實咧就跑少一半嘅。
咁咧，所以其實咧，你要小心咧，即係呢呢個自由島啊，會唔會咧嚟家咧，其實先開始去步向佢嘅黃金時期。跑完沙田呢個香港杯之後，冇跑過其他賽事，一早將個箭頭已經擺落去咧杜拜草地大賽度啦。當然主觀願望咁都係希望羅曼勇士贏啦。咁但係上場咁樣發揮到，即係我覺得發揮你話係咪有啲瑕疵？我覺得係嘅。但係問題就係有陣時咧，隻馬咧輸過一次就係輸過一次，我最擔心呢樣嘢。你跑即係咁樣跑輸咗，隻馬即係感覺到，即係可能話，即係可能有個，可能有俾個感覺就係，喂，呢場唔，即係可能真係上場老實講，當然啦，你話做咗望空，我覺得係嘅，嗰彎位用咗多啲力。咁啊，即係出咗頭之後咧，好似咧冇咗角逐興趣咁樣，跟住隻馬自己又片埋咗去內檔度，跟住有少少收慢。咁啊，呢個係合情合理嘅，好啲馬性嚟嘅。咁長9檔，我覺得麥道朗咧，雖然佢冇講太多嘢，但係咧都吸收咗上次教訓。咁啊，應該會好整以下啲啦，留住啲啦。咁佢其實佢所謂都係守住4、5位嘅啫，羅曼勇士唔驚追唔到你前面啲馬啦。咁自由島咁啊，其實咧我就都覺得呢隻馬多真係咧，如果買3寶嘅話，你真係冇慳呢一注。我覺得咧要鋸到呢個羅曼勇士咧，就係自由島嘅啫，因為佢始終黐馬受讓5磅啊。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一個着數地方嚟嘅。可以同羅曼勇士單打獨鬥嘅馬咧，其實咧喺呢個放諸呢個世界上咧，真係唔多噶。咁啊，所以咧自由島咧都要尊重翻佢啦。咁啊，騎師川田將雅，你又唔需要太擔心嘅騎練配搭啊。咁你咪揾下武豐啊嘛，武豐就真係難搞少少嘅。咁啊，頭關咧，所以我都要揀2隻啦，範本少少啦。有陣時即係賭博上同埋嗰個支持有啲唔同嘅，之前咧支持羅曼勇士啦。咁講完第5場啊，咁啊講第6場呢場咧2400米，咁啊呢個以前就叫做司馬經典杯啦，咁而家都叫司馬啦，咁但係即係有少即係譯個中文字有少少唔同咗嘅。嗱，咁呢場咧，咁啊出馬得9隻嘅啫，再少啲。咁啊，其實你睇翻外圍嘅賠率啦，咁啊大熱門咧就係5號啊，5號咧香港咧就係呢個格倫島啦。咁啊呢隻馬就非常之準成嘅，咁啊其實跑幾次全部都上名嘅。亞加漢啦，咁啊其實呢啲老牌老牌馬主啊，但係咧其實你近2場咧喺國際錦標約克咧同埋亞士谷咧都跑第2，咁啊輸俾名戰古城同盈於外啦。咁啊，我覺得就會唔會真係同1級賽咧個水平爭緊啲咧？我就有少少呢個擔心。咁啊，次熱門就4號啦，呢個傑奧之戀啦，香港朋友都好熟佢噶啦。呢隻馬其實都跑到非常之即係熟噶啦，真係7歲啦，即係周遊列國啊。咁啊，上季啊贏咗啲其實乜都去勻噶啦。咁啊，遮打杯都嚟香港借埋，咁啊，跟住又跑歐洲大賽，咁但係咧留意翻啦，咁我咧除咗上季咧係嗰個育馬者草地大賽咧個級數高啲咧，其他賽事咧級數咧有少少保留嘅，有少少刷呢個勝率啊。咁啊，今場咁啊4檔布爾學。但布爾學喺我心目中咧，唔係一啲非常之好出色嘅騎師嘅。去到呢啲咁嘅1級賽，大家咁強勁嘅水平單打獨鬥咧，有陣時咧，我啊真係有少少咧擔心。咁啊，第3熱門咁啊8號啦已經。咁啊8號係咩馬咧？真命新帝啊，日本馬啦，板井流星嘅坐騎啦。咁啊，其實呢隻馬咧都喺日本杯跑第2啦，咁啊輸俾勝局在望嘅，輸條頸嘅啫。咁啊，其實之前咧就跑海樹門嘅，咁啊，但問題真係咧，日本馬都係打破唔到呢個海樹門魔咒咁樣。咁啊，跟住咧就新季啦，咁啊去沙地跑咗一場。咁啊，未來城草地杯啦，呢啲都係即係攞下獎金熱下身嘅啫。咁啊，即係應該都唔係諗住個箭頭喺嗰度啦。咁啊，贏到馬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嗱，今場即係以佢嗰個即係個
部署啦，部署跑凱旋門大賽咁，即係對自己一啲有信心噶啦。但係賽績上咧就未證明咗自己係真係咁太多嘅啫。跟住第四熱門咧已經6號啦，咁啊6號咧香港嘅譯名咧就野田分惠啦。跟住第五熱門咧，我想講咧呢日遠飛標槍啊，遠飛標槍咁啊嗱，野田分惠咁啊，其實你睇到啦，呢隻馬其實都係啲三歲積啦，咁三歲積啦，咁啊你見到菊花賞即係打比贏完之後，跟住菊花賞唔得，咁可能3000場一制，有馬紀念跑第三，其實都唔錯噶啦。咁啊，跟住再跑啲2級賽啦，熱身嘅啫，冇乜特別好評嗰啲。咁但係去到呢個水平咧，真係要考驗。但我想講咧，呢隻遠飛標槍香港瓶嘅民主，咁啊，真係你一定要睇睇啊佢啊，哇！即係嗰個，真係要揾翻條片，我覺得一齊揾翻條片啦，即係我覺得真係一定要睇睇呢隻馬遠飛標槍啊！點解呢個已經撳唔到入去？咁啊，揾翻條片先啊！咁啊，我覺得真係要睇一睇啦，即係我覺得係好強勁賽績嚟嘅呢個遠飛標槍喺呢個香港瓶12月啦，12係咪11號咧？諗下先，12月嗱係啦，就有呢個國際賽日啦，咁啊睇下好似係第4定第5場嘅遠飛標槍，咁啊你真係睇翻啦，莫艾成嗰種。咁啊，其實呢日遠飛標槍2號啦，咁啊，其實你見到咧，都係喺個中碟嘅位置嘅。咁啊，你見到莫艾成啦，咁啊，其實呢度咧就惡睇少少啦，就係中間嗱呢度咧地箍嗰隻啦。其實呢度走咗6、7位嘅啫，哇諗住好正啦，但係前面嗰隻馬咧褪啊，前面係褪啊，變咗咧，而家你呢度咧嗱，好似喂諗住撬出嚟啦，撬唔到啊，跟住咧頂住。跟住咧，隻馬咧，其實咧拉奶啊，甩避咗落去，哇！即係褪咗成3、4個馬位嗰度。呢啲情況喺1級賽邊度有得再跑啊？莫艾成，哇！即刻換隻馬即刻俾到反應喺內檔度衝刺幾咁凌厲呢？下呢幾步真係去跑1600米咁啊，大跑2400嗰啲飛上嚟咁樣啊，贏得幾輕鬆幾篤定啊！出咗頭之後，莫艾成都有好整以下，拉屎100都輕輕鬆鬆推隻馬，你就咁睇呢場。香港的遠飛標槍，你係贏咗譽滿杜拜，咁啊，其實譽滿杜拜，我覺得咧就同傑奧之戀咧差唔多，可能低少少左右啦。咁但係你遠飛標槍可以咁輕鬆可以嚼低嘅譽滿杜拜咧，咁我覺得喺呢場咧絕對係其中一隻機會馬嚟，即係千祈唔好忽視佢呢隻馬咧，同埋莫艾成啊，我覺得呢個騎師發揮得非常之好嘅啲馬，咁啊。嗱，而家咧香港咧呢啲係熱門嚟嘅，因為大家睇佢點樣贏啊嘛，對佢有信心。咁但係咧可能臨場咧嗰啲賠率咧調整一下咧，而家諗下，第一隻要諗呢隻馬啦。咁另外一隻馬咧，我會揀2號堅毅力啦。嗱呢隻馬咧，咁啊日本杯，咁啊輸俾呢個勝局在望啦。咁但係其實呢隻馬，其實我覺得真係有啲能力噶。你見到咧贏完金虎獎。咁啊，再贏跑呢個春呢個即係上季啊，即係而家佢係5歲啦。其實3歲時候咧，菊花獎冠軍，跟住咧佢就去挑戰呢個約克郡嘅國際錦標啦。呢個都係非常之即係自己好信心嘅表現啦。咁啊，去到唔夠跑，咁但係啦，你對名戰古城格倫島，咁同埋咧，即係我覺得李慕華騎呢隻馬，但係今場咧。唔揾呢啲日本騎師騎啦，咩李慕華啊嗰啲乜嘢其他日本騎師唔揾，咩杜滿來嗰啲唔揾啦，揾蘇銘倫騎，真係隨時可能將隻馬發揮到極致唔出奇嘅。呢隻馬我覺得咧，以佢嗰個長力咧，如果跑多200啦，跑2600、2800咧，我覺得佢呢場咧，我一定揸膽。2400我都去嫌短少少，但係問題有個騎師級數搭夠。我覺得呢幾隻日本馬裏面咧，堅韌力咧，我會再睇高少少，因為大家嗰個焦點咧，大家講野田分惠啊，嗰啲咩真命新帝啊咁樣喺個呢堆度，但係其實堅韌力咧，你見到佢個舊年嘅部署咧，
幕後對呢隻馬係好有信心嘅，覺得呢隻馬應該係啲國際嘅一級馬嚟嘅。咁但係咧冇啊，冇贏到。咁咧反而咧仲有個憧憬咧，我覺得而家今年5歲，再成熟啲，再學多啲嘢。其實而家李晴都好新一匹10場馬嘅啫，懶懶地要攞去拖埋佢啊條三寶。嗱咁啊，講咗頭2場啦，咁啊，因為都真係想講多啲啊，呢啲真係好馬，呢全部都係尾場杜拜世界盃，睇睇賠率，外圍應該都青春永駐大熱噶啦，冇錯啦，1號馬又係啦，1點幾嘅啫。1.4左右啦，4.5左右啦。咁啊，次熱啦，4號咧，香港譯音咧就帝權在手，第3熱門。咁啊，呢個星大道啊，咁啊，其實咧見到呢堆馬咧，咁你諗一樣嘢啦。其實4號帝權在手，星大道講緊咧，佢哋咧係之前咧都係跑咧嗰個。呢個有轉播噶密通挑戰賽啦，咁啊第三以前即係次輪挑戰賽啦，但係咧記住啊，你見到呢條積係咩積啊？1月嘅積嚟噶，即係代表咧其實都唔係呢個超級星期6嘅賽績嚟噶，即係再早啲嘅賽事嚟嘅，星大道同埋帝權在手。咁啊即係傑貝哈特錦標日啦，即係諾曼勇士，其實係再早啲賽績嚟嘅，唔係證明太多。一去到沙地杯，原形畢露啦，唔夠班啦。咁既然呢2匹馬真係帝權在手，星大道2隻唔係好夠班嘅馬，都係第2、次熱、第3熱。咁啊，跟住第4、第5熱門咧就係咩咧？嗰2隻日本仔啦，盈寶係啊，咁啊盈寶奇惡同埋盈寶威神，咁啊2隻都係啦，俾青春永駐彈得成條街嘅。所以咧，我覺得呢場咧唔好搞咁多啦，一注過青春永駐啦，你冇得諗噶啦。即係呢隻馬咁，其實我覺得上場應該杜拜，即係我心目中我都係覺得諾曼勇士贏咗佢嘅。你話我輸我都唔忿氣嘅。咁但係問題咧，即係我諾曼勇士咁就要買你啦。咁尾場一注噶啦，冇辦法噶，係搏隻次關可以爆一爆咯。咁所以咧，我咧杜拜世界盃賽日咧嗰條三寶咧，我就會咁樣諗啦，就頭關穩陣少少啦，賭錢啊，始終唔好斷啊嘛。8號諾曼勇士，11號自由島2隻馬，咁啊，當然希望諾曼勇士贏啦。咁如果希望諾曼勇士贏，咪大注啲咯，可能5-1、6-1咁樣咯，或者9-1都得噶，9-1啊，咁啊9注呢個諾曼勇士1隻自由島咯。咁啊，次關咧，咁啊，我會揀翻2隻馬嘅，咁啊，分別啦，2號堅韌力同埋3號遠飛標槍啦。堅韌力咁啊，今次嘅配搭俾蘇銘倫騎，咁啊，始終離開咗嗰啲日本嘅騎師啦，可能有機會令到隻馬提升到個級數。3號遠飛標槍，我唔睇乜嘢啦，我就係睇佢嚟香港坪嗰個走勢，喺乾快地嘅走勢吓。俾人阻完之後，2400米跌咗落，即係褪後咗3-4個馬位，騎師一俾反應，即刻加速，摩打腳咁樣喺內檔度衝上嚟，只要跑100厘米已經過晒呢啲馬，跟住拉斯200其實都係咧保持同速嘅啫。呢啲咧而家呢個分啊，其實我都未必盡嘅，即係你話係咪真係低過卡倫島咁多咧？唔敢講，特別如果係跑呢個乾快場地。佢證明過更加多，格倫島始終啲歐洲賽績啊，要小心呢樣嘢啦。咁咧所以咧我就會揀翻2隻啦，2號堅韌力同3號遠飛標槍啦。尾關就冇得諗噶啦，咁啊真係對手唔係咁強啊，焗住要買1號嘅青春永駐啦，又冇乜啲美國嗰啲好強，即係嗰啲好賽績嘅馬過嚟跑啦，而家即係都費事過嚟啦，唔好啱跑啊，場地唔係錢唔錢問題。唔啱跑，咁你過到嚟又冇機會嘅話，咁你不如算把啦。咁啊，所以咧，杜拜世界盃賽日咧，咁啊三寶啦，咁啊俾啲推介啦。我覺得呢條飛有得賭下錢嘅，咁又可以睇下馬，又可以賭下錢，咁可以諗一諗啊，有得分下。特別係喺第6場咯。如果你即係覺得喂，如果唔買三寶，我唔驚青春永駐唔掂嘅，買孖寶咯，諾曼勇士嗰場同自由島射落去咯，2號、3號咯，堅韌力同遠飛標槍咯，可以諗一諗啊。
咁啊，杜拜世界盃賽日咧個心水推介咧就去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支持，再見。